今晚嘅彌撒讀經喺經書嘅第113頁，恭讀宗徒大事錄。保祿從米勒托打發人到厄弗所，請教會的長老來。他們到了他那裏，他便向他們說：你們知道，自從我來到亞細亞的第一天起，與你們在一起，始終怎樣為人，怎樣以極度的謙遜，含着眼淚，經歷猶太人為我所設的陰謀，以忠信侍奉主。你們也知道，凡有益於你們的事，我沒有一樣隱諱而不傳給你們的。我常在公眾前或挨家教訓你們，不論向猶太人或希臘人，我常苦勸你們悔改，歸向天主，並信從我主耶穌。看，現在我為聖神所束縛，必須往耶路撒冷去，在那裏要遇到什麼事，我不知道。我只知道聖神在各城中向我指明說，有鎖鏈和患難在等待我。可是，只要我完成了我的行程，完成了受自主耶穌叫我給天主恩寵的福音作證的任務，我沒有任何理由珍惜我的性命。我曾在你們中往來，宣講了天主的國，但現在我知道你們眾人以後不得再見我的面了。因此，我今天向你們作證，對於眾人的血，我是無罪的，因為天主的一切計劃，我都傳告給你們了，毫無隱諱。這是上主的話。普世萬邦，請歌頌天主。天主，你給你的產業降下甘霖，因而復甦了疲倦的人民，於是你的羊群便在那裏安居。天主，你以慈愛照顧了貧苦的人，惟願上主天天受讚美。他承擔了我們的重負，因你是救我們的天主。我們的天主實在是拯救人的天主。上主天主使我們擺脫死亡的關口。福音前歡呼，阿利路亞！我也要求父，他必會賜給你們另一位護慰者，使他永遠與你們同在。願主與你們同在。恭讀聖若望福音。那時候，耶穌舉目向天說：父啊，時辰來到了，求你光榮你的子，好叫子也光榮你。
因為你賜給了他權柄掌管凡有血肉的人，是為叫他將永生賜給一切你所賜給他的人。永生就是認識你唯一的真天主和你所派遣來的耶穌基督。我在地上已光明了你，完成了你所委託我做的工作。父啊，現在你面前光明我吧，賜給我在世界未有以前，我在你前所有的光榮吧。我將你的名已顯示給那些你由世界中所賜給我的人，他們原屬於你，你把他們託給了我，他們也遵守了你的話。現在他們已知道，凡你賜給我的，都是由你而來的，因為你所授給我的話，我都傳給了他們。他們也接受了，有確實知道我是出於你，並且相信是你派遣了我。我為他們祈求，不為世界祈求，只為你賜給我的人祈求，因為他們原是屬於你的。我的一切都是你的，你的一切都是我的。我因他們已受到了光明，從今以後我不在世界上了，但他們仍在世界上，我卻到你那裏去。上主的話，我們讚美你。唔知係咪因為湊巧呢？今日嘅兩篇讀經呢，都有少少嘅意味。保祿預示住自己要去耶路撒冷，會離開厄弗所，所以對佢哋講出一番臨別嘅說話，向厄弗所嘅教會剖白咗自己，戰戰兢兢、勤勤奮奮為福音見證。儘管知道去耶路撒冷有痛苦等佢，係乜嘢唔知。的確嘅，佢返咗耶路撒冷之後，就俾猶太人捉咗。咁後來就介去羅馬嘅，喺羅馬致命。咁所以面對住咁嘅問題，佢仍然抬起頭，挺起胸，跟住聖神嘅帶領嚟到去天主靠俾佢嘅工作。咁所以聖保祿宗徒呢，係我哋嘅一個好好嘅榜樣嘅。面對住一切，我哋可以將我哋一齊奉獻出嚟為天主。咁喺今日嘅福音呢，喺最後晚餐中，耶穌講完佢嘅愛嘅誡命，訓導門徒之後，接住今日同聽日，耶穌向天父祈禱，我哋俗稱為呢個大司祭嘅祈禱。喺呢度點出咗父要光榮佢，佢喺父內得到光明。呢啲光明本來佢就係有嘅，因為佢係天主子。而第二點亦都會睇到佢
跟隨佢嘅門徒，耶穌為佢祈禱，降福佢哋，求天主保佑佢哋。耶穌為門徒所做嘅一切做晒啦，咁所以佢亦都可以話喺門徒將來要做嘅工作，喺門徒身上佢受到光榮。咁啊，主內兄弟姊妹，我哋都係我哋教會生活啦，都要成為啦天主嘅光榮。天主因我哋而感到驕傲，感到光榮。咁呢點就係我哋要努力去達至嘅。讓我哋喺彌撒中彼此祈禱啦，求天主降福我哋。我哋可以話或者跟隨翻耶穌會嘅座右銘啦，生活之中為天主更大嘅光榮，或者用文言文4個字，愈顯主榮。我哋嘅生活就朝呢個方向嚟到前進。